你该定位啦，定位即种的成绩，到进到新到进，免得你进，然后进无可进，啊就是讲进无可进，进啊无有一个进当可进，安尼比喻是啥？成就金玉而立，你去成就金玉而立。啊，因为你要起到这个意境，就安怎？无果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到处去查相。你等到无人相，无一个要开发，无有我的要开，那安尼无要开发，无我要开，那安尼会做成了什么名？无众生相。因为既然无一个对立的相厉害内底当中，它会斗生一个众生的上身性，我让厉害。好，啊，这是实上，你既然无众生相，你可能是较少，修的是一条，你可能一条，但是我讲，我有两规矩，我把是作品有先解决，有你所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天地相。因为我达到这个意境，我有你所说，就是讲我将无把说拢做入入先教来。所以呢，有一段会较听听，咱今一世人，就有甲哦，我同意。啊，好，我伊无把说入，我讲的时阵啊，咱为一世，咱为这件代志，咱这件代志好，咱就受益了。我讲为一世，当时咱就想讲，真正是到这些人讲，真正。啊，因为这个功夫就是安怎，就是要去面对读册，读册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引导，这是问题，咱来听听的。而这个问题听听的对咱来讲起来，有影响到哪？我来讲，无影响到哪？但是因为真正要有影响到哪的，就是你要去冲撞，你要去面对这个冲撞，因为咱受到一个众多的冲撞。咱受到一个足依附的冲撞，咱受到一个足无奈的冲撞，咱受到一个做安怎？哦，足唔够关的冲撞。啊，安尼当中，你伫即种的冲撞内底当中，你无连咱即摆起心动念都，这已经是怎样？啊，连咱好爱，深深的想这个物件，嘛深深的面对着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困难。真正有知影讲，这是一个考验，知影这是一个金玉，知影这是一个命运，因为知影咱是修大乘法，尤其讲到这部经典的第14本《金玉合一》，这位金玉合一，是名金玉合一。但是咱而且讲，上天头一个啊，王妈安尼，我知影有金玉，还是王妈是倒吼？无成功啊，所以这是咱真正忏悔的一个所在吼。所以咱未来要安怎？要安怎？即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咱一定要跳去甲即个物件，踏踏实实。你讲无吗？但是我伫我的心理上，迄个无的无迄个苦用，都反正都有咧。我不应该想看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可见，咱伫修几十年来，咱只要心法做驱动，咱只要心法做驱动，真正是心法做驱动。因为随时讲咱读过足侪经，咱听过足侪法，甚至咱修过足侪道，咱拄着经咱是道，拄着经咱就是道。咱上一句来讲，上经有讲经念了，讲经有教经念经了，讲教经咱是念经。教经也是研究，教经也是功夫嘛。但是咱有法度上经，咱有当讲经，但是咱面对着教经行的时阵，咱讲袂了袂。真正我讲啊，要成功，
然后别人的方法谈，我来批评做清扫，我批评做清扫。那讲咱学校是欠这种的情谊，但是讲对待这种的物件，我做唔同款熟悉，但是到地方里面头，面对的是你看，咱们小班啊，是咱跳离为迄个修道的款的，咱们咱跳离修道，而且参体的，但是又搁今日跳离开，搁毋是咧修道，后世人还是。嘛，咱们想着讲，甚至当时若无伫修道这内底，有偌好咧。但是咱嘛想讲，当时若无伫修道内底，咱毋能够来变成看，是毋是？所以，就是咧跟修学面对的这种的念念。所以咧，我感受，咱真正爱上，咱来学习，伫心性上，伫修办法这个理念上，一定要去扎根，一定要去实践。这是咧学一个简单哦，真正简单。因为较进来，咱爱上足侪道理拢爱听嘛，拢爱听，因为甲国外听，这是一个上界彼岸情代志。甲国外听，这是上界彼岸代志。因为你今日你按照这个语言，学到安德什么啥意思？你今日按照语言学到安德什么啥？这你来。北京，江苏，宜江，包括青岛，这个大家真正你讲看，小时真正足无简单。迄一个什么人？啊，一个但是我讲小时是，我有感觉，你小时是搁写到搁袂歹，伊安怎写真好，阮这个所在了解听。伊讲宝岛成员山，义和圣灯节，清心拜大德，贵宾自在馆，天机幽天妙，歌书顿圣言，佛母修长心，仙多救行言，宝岛神岩山，义和圣堂前，清心拜大德，慧根自在观，天机有玄妙，高师本圣贤，博于修禅心，先度众生缘。拿来差不多有得得了，咱今年这地位小小物件出来，咱进行30年，小小物件咱小，咱的环境差得足济，真正差得足济。啊，搁一般，医生嘛，你知无？咱学医生逐面念难听吼。青山翠峦碧连天，云海雾涌地龙海。松林天宇风阵阵，不虞仙境万人间。这种伊写出来的，一寡诗句，这种他们，我是感觉伊些意境拢真高，所以咧，有建议讲，干爱这物件，传一个好个啦。有一段时间呢，穿行太平洋海岸线，浩瀚太平洋，海峡两望，波澜壮阔尽苍茫，穷极楚目到天方，神游梦长，悠悠绿水旁，千里无障，回归线上写诗行，两岸相亲同入夜，君入豪凉。这样是下下诗句，所以咱无意思讲，真正大家意思是相同。但是咱今日要去传道，咱拢是台湾的政府者，要去到中国大陆传道。咱若真正在道学一种扎根上，若无真正去深入，咱
咱人口放弃掉将人口衰退，还是有一个时间冻掉，咱当马多咧。所以我是用其他方法，而且呢，不要让人爱情不利，用掉变成弄掉不来，不来不掉。所以我是已经能够做一个勉励的道场，我们大家一定要活化起来而且这是进阶，这块是进阶功。那你今日要讲是讲什么？四个书法的菩萨应理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主食生心，不应主相拥依求的生心，并无所主，并无所主心。咱来一遍四个，诸菩提，菩萨应理一切相，菩萨应理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主食生心，不应主食生心，不应主相拥依求法生心，不应主相拥依求法生心，应行无所主心，应行无所主心。咱即马应咱研究一番，伫世界上咱继续来去四个，就是什么原因呢？咱会当互咱是安怎才会当互当时外流面对这个饮食先人面对着外流而安怎无生我上、印象、众生上、实质上呢？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理？咱饮食先人咱当时佛陀伊修5把世饮食道，是安怎才修会起呢？这个视觉就这阐述着伊里面过去，这段过去，因为这个过去佛陀伊会当成就着这么伟大的饮食道，成饮高修，这么伟大的饮食道，这句话叫视觉讲着这个原理。诸菩提菩萨应理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视觉，就跟我们讲解说，你今日要成就一个饮食的一个无上法，你一定来五种四相，一定来五相、人相、众生相、实质相。那无一个逼害我，无一个人逼害我哪有众生相，或者无相，我哪有逼害人逼害？我想我断人肉断，那安无众生相？那今日透一个修家相，透一个我的亲人的执着，透一个我的放袂下执着。诸菩提菩萨，佛陀叫啥诸菩提？诸菩提菩萨应理一切相，因为这个菩萨，要了解，这个菩萨毋是一般顶的相，不单讲菩萨。今日咱身为会当修到一贯的大法，甚至咱已经拢食素食，拢修到几十年来，咱这是一个